時間嚟到9:13啊，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咁嗱呢段時間都越嚟越多人咧係用到 AI 人工智能啊，一方面可能喺工作上面有一啲嘅負擔啦，可以減少咗啦，將部分嘅工作交俾 AI 去幫手啦咁。但係你要識得駕馭佢，識得用佢哋，都可能係要一啲培訓㗎。究竟可能喺即係公司啦，會唔會提供啲培訓俾一啲員工咧？或者一啲嘅企業，如果要想員工都用到 AI 嘅時候，其實要提供啲乜嘢？點樣協助佢哋咧？又或者成間公司係咪都有啲嘢要轉型咧？咁同時其實喺工作上面、工作場所用到 AI 都可能有人擔心，又會唔會係令到佢哋本身有啲嘅員工嘅飯碗受到影響咧？咁1872311啊，講下你嘅睇法。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因為佢都喺尋日嘅立法會上面咧提到相關嘅質詢啊，點樣支援一啲在職嘅僱員科技轉型咧？咁因為有啲涉及到可能公司資源嘅問題嘅咁。電話旁邊咧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李廣宇，早晨。Hello， 早晨啊，主持。你好，即係講緊科技轉型，當然就唔止係講緊 AI 啦。不過近排就越嚟越多人講啦，人工智能方面咁。點解你會提呢個支援在職僱員科技轉型嘅相關呢個質詢咧？你嘅關注係點樣咧？其實我一直都係好關注我哋點樣去提升僱員嘅一個叫就業力嘅，即係我哋叫 employability。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僱員咧可以擁有更好嘅 skill 啦，無論佢可以呢啲技能可以令佢保存佢嘅工作啦，甚至係嚟緊揾到一個更加好嘅升職加薪更好嘅一個工作。其實呢啲嘅就業力咧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哋諗緊就係點樣可以利用翻 AI。尤其是當大家而家都喺度提話，哇！我哋要學 AI 嘅情況底下咧，點樣政府可以提供更加好嘅一個協助，等所有嘅僱員咧都可以用 AI 去提升佢哋嘅效率咁樣咯。而家多唔多啲企業啊，係願意係投放資源去俾啲員工去學識用科技或者學識用 AI 嘅咧？又其實市場上咧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報告啦，有啲比較樂觀嘅話，要接近80%都已經做到，但係我 believe 嘅咧，就係 Big Four嘅其中一份報告咧，即係講緊話香港其實都有接近60%嘅員工咧，都已經係工作入邊開始用緊 AI 㗎啦。咁我估80%嘅估算就係有啲人係自己手機用緊啦，咁但係 officially 用咧 ，research 就見到咧就係大概60%到。咁啊，即係話就話60%啦，但係佢望翻咧實質喺個企業嘅層面、公司嘅層面咧，其實而家因為有好多新嘅 AI 出咗嚟，所以好多企業咧而家都講緊話有大概接近2成半啦，佢哋都係計劃緊未來1年咧，都真係全面去引入一啲 AI 嘅工具咁樣。你自己覺得即係個進度係點啦？同埋啲企業要轉型啊，真係想啲員工或者喺間公司度用多啲科技，其實個障礙或者難度在於啲咩咧？又係啊，其實好多嘅數字化轉型，我哋講話數字化轉型啦，其實個成功唔成功咧，其實都係唔係在於話真係嗰個工具自己本身咁簡單。呢個轉型咧最緊要嘅咧就係人嚇，從來都係關於人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話其實我哋有冇做好人嘅工作？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員工去真係去熟悉？唔好話熟悉啦，第一步先係去明白呢樣嘢點樣幫到佢。第二咧就真係點樣令到可以放開個心結，唔會話真係呢樣嘢 AI 係嚟緊對我冇關嘅。第一，我其實唔使啊，不嬲都唔需要啊。呢樣嘢先要令佢感覺到係對佢有關。第二咧，你都明白到呢樣嘢真係嚟緊可以幫助到佢喺工作層面，可能係快咗，可能係簡單咗。以往可能要 OT 嘅嘢，佢哋而家就可能輕鬆啲，可能呢個上晝就搞掂喎。咁其實呢個俾佢親身去感受到嘅呢個咁嘅感覺，就會令到呢個員工更加容易去投入喺成個嘅數字化轉型嗰度。你呢個就真係第一步啦，即係佢哋究竟明唔明白 AI 點樣幫到佢哋啦咁。咁但係下一步佢明啦，咁點樣入手咧？或者公司可以點樣做，令到佢哋可以即係裝備好，識得用呢啲 AI 去幫到佢哋工作咧？咁你喺嗰個質詢度都有特別問到，就係政府可以點樣做啦？咁幾方面你自己覺得點睇？公司可以點樣去做，同埋政府有冇啲咩角色去推動咧？好，雖然頭先你講嗰個係第一步啦，但係嗰個係最 critical 嘅一步啊。不過第二步咧就係我今次喺我嘅質詢入邊度講嘅。第二步就係點樣可以協助呢啲中小企去運用 AI，因為其實咧大家都明白，用 AI 雖然你話手機免費 AI 就好簡單，但係喺企業級嘅 AI 咧，其實提及到嘅就係算力。大家都有聽到話卡脖子嗰個位就係個算力嗰度。咁所以咧，其實企業如果真係要用 AI 咧，佢哋要投放喺 AI 入邊嘅錢其實都唔少。咁所以咧，我哋就話香港如果係講緊有90%以上嘅企業都係講緊係啲中小企，佢哋係咪真係有咁嘅能力去用 AI 咧？
政府應該繼續投放資源喺呢個 AI 喺中小企度，等佢用 AI 之餘，跟住又 back 翻去第一點啦。其實工具就算我哋俾咗錢佢可以去用啦。咁跟住嗰啲人點樣去學習去用呢個先至係最後嗰一步。咁所以咧，其實我喺個質詢入邊咧講嘅就話，除咗話中小企要攞到嗰個錢，政府可以俾到佢去做個 AI 嘅提升之餘咧，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要求翻，其實所有呢啲受資助嘅機構喺佢提出呢個 proposal 俾政府嗰時咧，政府都要求佢哋要俾多一項嘅除咗呢個硬件之外咧，請你都寫埋低，其實你需要幾多嘅錢去做呢個 AI 嘅員工培訓啦。因為咧，如果冇咗呢一步咧，好多時候就買咗個工具擺咗喺度就算。咁我哋最緊要嗰步，最後嗰一個一里路就係話，要有啲錢係真係落到個員工個培訓嗰度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質詢嘅最大嘅重點，就話點樣可以令到政府派落去俾中小企嘅錢入邊，當中係一定嘅比率係落到去嗰個企業要去培訓埋個員工，令佢明白知道點樣可以去用到呢個工具咯。明白，即係都有啲安排或者即係叫做目標或者承諾，係點樣係特別針對係擺咗落去個員工嘅身上咧。咁而家睇到政府一啲嘅計劃咧，譬如有資助計劃啦，依家叫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喺答你嘅質詢度都有提到嘅，就話有個配對資助模式係幫啲中小企咧應用現成一啲嘅基礎數碼方案啦，加快數碼轉型嘅咁，亦都話咧嚟緊都會做一啲嘅優化嘅咁。呢一類型嘅計劃，你自己覺得即係推行咗即係呢段時間啦，做成點咧？效果係點樣咧？睇到有見到個效果係一路都有嘅，咁但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咧，就係一路我哋喺市場上度見到最重要一樣嘢，唔係買咗個工具就算嘅，你買咗個工具之後要啲員工肯用噶嘛，咁所以我就話除咗之前去做嘅一切嘅投資之外啦，嚟緊我相信咧，我哋要繼續優化嗰個位咧，就係點樣令到所有呢啲嘅資助計劃入邊有嚿錢係令到員工佢要學埋去用，同埋真係要去用呢一個位咯。其實員工自己係咪都願意去學，定係都有個心都覺得哇，我學得即係或者用得太多 AI 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公司都覺得其實唔需要咁多人力啦，都擔心 AI 取代自己佢哋嘅工作崗位，都會有呢啲咁嘅即係心態咧，又會。有啊，呢個就係我頭先你又 back to 我頭先講過第一步嗰樣嘢，呢個係個人嘅心結。其實我哋一路做數字轉型咧，包括我過往喺唔同嘅企業入邊都係推行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最大嘅心結咧就係嗰啲人嘅擔心。好多時候我哋要啲員工一齊去投呢個轉型入邊咧，大家都話：哇，會唔會譬如以前有咗個系統之後就唔需要我㗎？我以後有呢個咁嘅聽電話系統之後，我哋會唔會就變咗機械人打電話？我哋就唔需要冇人去打電話呢個工作㗎 call center。好多人會擔心，又擔心佢哋就唔投入去協助呢個數字化轉型，最後尾得出嚟嘅一件嘢就可能係一個工具，但係原來唔適合個企業去用。咁所以人嘅心結係最大。咁好多人而家都喺度傳緊話，係啊，我哋嚟緊 AI 會取替好多工作。但係我相信大家亦都聽到有另外一邊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係識 AI 嘅人慢慢會係優於唔識 AI 嘅人，所以其實我哋點解要去令大家去破除咗呢個心結，先唔好擔心埋 AI 取替咗你先啦。我諗喺嚟緊呢幾年入邊咧，講緊嘅做法咧就係話，你如果唔識 AI，你就會俾一啲識 AI 嘅人會去更加係優於你。你揾工好，無論你係升職加薪好，你就會處於一個劣勢咁咯。OK，即係所以要知點用之餘啦，都要了解到點解要用，或者對佢哋嘅幫助啊、重要性係點咩啦？點解要識啦？呢個都要，即係佢可以話係一個教育或者推廣啦咁。冇錯。除咗話要即係數碼轉型啊，即係之外咧，另外都想問下李廣瑜嘅，因為咧就最新出咗一個失業率嘅數字，就係上年12月至到今年2月經季節性調整嗰個失業率咧3.8%，如果比起上一個期咧，就係上年11月至到今年1月咧3.9%，就下跌咗0.1個百分點嘅。有冇留意相關啲數字或者特別個別行業方面嗰個嘅情況咧？嗱，其實呢個百分比就比較少啦。咁雖然話其實喺勞工市場度咧，我哋見到咧係零售業啦、住宿餐飲業啦，其實都係受惠於我哋呢個 seasonal 嘅 factor，即係旅遊季節入邊咧一個嘅消費嘅影響嘅。咁所以呢段時間係有個輕微嘅調整嚇。咁但係到我哋要繼續觀察啦。我估。好啊，唔該晒你，李廣瑜，同你傾到呢度先。